各位香港觀眾，港鐵宣布按票價調整機制，超過一半車程車費加2毫子或者以下，下個月29號生效。港鐵又會再推出晨早優惠計劃，喺特定時段喺指定車站出閘可以有7、5折優惠。港鐵公布按照機制調整票價之後，平均加幅3.6%，加價之後有2/5嘅車程車費加幅喺2毫或以下，當中大約1成嘅車費不變。另外，大約1/4車程加3毫到4毫，2/2嘅車程加幅喺5毫或以上。另外，港鐵將會推出3項優惠，包括喺9月試行晨早優惠計劃9個月，市民喺星期1到星期5喺朝早嘅7.3到8.3喺29個繁忙嘅車站出閘，車費會獲得7、5折優惠。譬如講將軍澳線，你可以喺寶林上車，其實你係去呢個市區返工嘅。咁所以你總言之喺呢個鰂魚涌啊、北角啊、金鐘，其實你都益得到將軍澳線落去市區返工嗰啲乘客。喺早上繁忙時間搭車嗰啲乘客呢，其實有80成嘅呢啲乘客呢係喺呢29個車站度出閘嘅。另外，港鐵下個月8號會推出港鐵都會票，每張400蚊，30日之內可以搭40程車，覆蓋港鐵54個車站，大部分喺市區。6月底就會再有同日第2程9折優惠，去到出年嘅4月底，為期一共10個月。港鐵話3項優惠合共涉及大約5億元，接近今年加價嘅額外收益。至於點解唔直接取消加價，港鐵話加價係有需要。要維持高質素嘅服務，其實大家都明白嗰個成本每年其實都係上升緊啦。所以我哋就要提供好嘅服務咧，呢一個調整，我哋覺得就係冇得，係一個可以提供一個長遠嘅穩定嘅財務俾公司咧去做到呢一樣嘢嚇。咁同埋當然仲有資產更新啦，資產更新同埋維修啊，咁各樣其實都係需要一個穩定嘅財務嘅狀況。咁所以我哋就諗優惠，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優惠回贈俾乘客啦。港鐵話早晨折扣優惠結束之後會檢討成效，包括係咪可以減少繁忙時間嘅人流，以及要考慮港鐵嘅財政負擔。至於都會票就暫時未有期限。無線電視記者吳偉偉報導。近年內地旅客人數雖然有增長，但係消費就有所放緩。零售業界立法會議員方剛認為唔應該一刀切定下減自由行人數嘅比例。本港研究調控內地旅客人數，內地旅客有唔同意見。我感覺到政府稍微控制一下進港人數，還是對遊客的安全和這個生活保障方面應該好一些。我們是出來玩的嘛，你不應該有這麼多的限制嘛。內地旅客人數不斷上升，舊年達到4000萬人次，但係今年5月頭嘅3日黃金週就出現自03年推出自由行以嚟首次下跌。零售業銷售額舊年下半年開始亦都有放緩，由雙位數字增幅縮窄到個位數。今年2月同3月更加呈現跌幅。身兼策法會委員嘅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方剛同旅遊界等議員約見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反映自由行問題。佢認為可以從一簽多行調控改為1日1簽，但就反對定出比例一刀切。特首講咗係20%咧，咁呢個數字係非常之大，我哋都好驚訝嘅。我哋就希望揀一個地方係影響我哋香港經濟最少嘅，譬如話好似話一簽多行嗰度，或者我哋啲人次嗰度可以減多啲嘅，但係冇咗生意冇人流咧，呢個我哋最擔心嘅。銅鑼灣內街成條街有一半地鋪空置，地產代理話有業主因應市況調整加幅。呢間鋪原本將月租由40幾萬加到60幾萬，但係最終減到50幾萬。因為早嗰輪嚟講咧，因為個自由行嗰個好似有個冇上限嘅一個水喉咁樣啦，令到啲業主嚟講咧對個前景嘅話咧，或者租金嘅升幅嘅話咧，有個好不切實際嘅憧憬咁樣嘅。但係近排嚟講，因為個自由行嘅少少冷卻啦，零售亦都係慢咗少少啦，咁啲業主嚟講開始願意接受翻個市價去租佢嘅地方咁樣咯。有地產代理話，如果自由行旅客進一步減少，一啲2、3線區域，好似係上水、元朗等等，零售商鋪受嘅影響會更大。無線電視記者藍海瑩報道。
有監察港鐵嘅組織要求港鐵減少事故先至考慮加價。有議員就建議將晨早折扣優惠擴大到放工時間。每年6月，港鐵都可以按可加可減機制調整票價。今年加幅較舊年多0.9個百分點。你做唔到一個即係好高嘅服務水平，但係你又要不斷咁加價嘅話，咁我就覺得對市民嚟講有啲唔公道。對於新推出嘅早晨折扣優惠，市民又覺得點呢？佢有折頭啊，冇折頭嘅，即係喺一般市民嚟講會唔會有個誘因令你早啲出門口？都唔會啊！你翻工嗰時係嗰個時間，唔會話因為佢平咗你就去早啲出門口啊嘛。有議員認為優惠應該覆蓋收工嘅時間。如果佢係鼓勵人由9至6變咗8至5呢，佢應該一定係放工嘅時間入閘，可能係5點至6點咧入閘都俾埋優惠。如果你翻工同放工都有一個優惠嘅話咧，咁樣咧，我覺得係認真可以舒緩到我哋傳統嘅繁忙時間嗰個擠迫嘅情況。監察港鐵嘅民間機構話，早晨折扣優惠應該擴大到去到半價，咁先至有誘因去吸引市民提早出門，疏導人流。民間監管公共事務聯委會指，港鐵事故頻生，但係仍然未引入懲罰機制，未符合公眾嘅期望。港鐵應該今年而家今次宣布加價，你應該同時搬出埋呢啲嘅改善，包括係管理層要扣呢個花紅啊、人工呢啲嘅措施咧攞埋出嚟，俾到市民睇到咧，港鐵係真係有一個問責嘅。但係可惜佢又係好多嘢咧就斷斷續續。佢又認為政府作為港鐵嘅大股東，應該考慮回購港鐵。無線電視記者彭國柱報導。澳門立法會一致通過押後表決行政長官同主要官員保障制度法案，有團體喺立法會外集會要求撤回法案。經過星期日嘅遊行，反對官員保障制度法案嘅市民再次集會。佢哋趁立法會討論係咪押後表決，到立法會外嘅大草地，要求撤回整項法案。點解一個區一個地區特區首長有呢？係完全係違背咗基本法嘅，所以我哋唔會再唔出聲，我哋澳門人應該要全部一齊出嚟發聲。高官個個都自肥，你有冇顧過我哋澳門市民呢？係咪啊？有人手持仿製棺木，打算走到示威區外，被警方阻止。其他集會嘅人亦都要求佢哋克制。佢哋最後將仿製棺木放喺立法會大樓外。集會由下晝開始，由於天氣炎熱，主辦單位特別準備咗啲水之外，而其他市民亦都帶備咗一啲報紙，咁分俾其他參與嘅市民，站喺草地上面坐。立法會嘅會議下晝3點開始，先討論由議員吳國昌提出撤回法案嘅動議，引起公眾對高官貪財、特首迴避刑責嘅疑問，令到特區政府領導層嘅認受性深受打擊。再加上臨時又提出修訂文本，大幅增加補償，乃至激起民憤。議案只有4票支持，大比數被否決。之後多位議員發言，一致通過押後表決。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保障制度法案建議行政長官離任之後，每個月仍然可以支取月薪70%，以及喺任內享有刑事豁免權等，觸發星期日反法案遊行。無線電視記者郭麗婷喺澳門報導。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通過興建石鼓洲焚化爐同埋瑪麗醫院重建嘅撥款申請，將會提交財委會審議。一堆一爐中擴建將軍澳堆填區嘅撥款申請已經獲公務小組委員會通過，剩低嘅一爐就繼續審議。先表決議員陳偉業同埋范國威提交合共67項動議，但係逐一被否決。兩個人再提出多大約20項臨時動議。主席話討論埋呢20項之後，就唔再接受新動議。喺呢度呢，我亦都唔認為呢，我哋應該再接受再新嘅，因為呢，的確呢，我哋喺呢一方面呢，已經有足夠嘅機會呢，俾各位係表示意見。剩低嘅動議被否決之後，委員會就表決一爐嘅撥款。贊成14位，反對6位，棄權係0。我認為參與表決嘅委員呢，多數係贊成呢個議案，議案獲得通過嘅。申請大約182億幾興建石鼓洲焚化爐計劃，最終獲得通過。
喺表決期間，一個女人喺公眾席上抗議，做出危險動作，會議一度要暫停。石鼓洲焚化爐計劃遲啲會提交財委會過最後一關，如果獲批准，將會喺今年下半年展開投標程序，預計最快2021年啟用。而排喺焚化爐議程後面嘅重建瑪麗醫院撥款申請，亦都獲公務小組通過，下個月會提交財委會審議。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